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今来关心气象署伫半暝2点半的时，即马已经解除小犬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风台的暴风圈已经完全脱离台湾，所以按算今日中昼左右，嘛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咱同时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2点半的时候解除了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的陆上台风警报。如果未来台风移动的方向、速度甚至强度减弱的状况，如我们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中午前后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早上8点，中度台风小犬已经来到鹅銮鼻西方大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强度又稍微再减弱一些了，7级风的暴风半径从原本的180公里缩小为150公里。预估未来会朝西，再往西南西的方向，往广东沿海的方向接近。由于它目前还在影响到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所以我们目前还是针对这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小犬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带来的云系，一样是一波波的移进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屏东这些南部地区。然后这一波波的云系中，一样注意到有些局部的深红色的这些小的雷达回波，而这些雷达回波只要移动到我们上空，就会带来瞬间的强降雨。清晨到目前为止，花东以及恒春半岛有出现每小时30-40毫米的降雨。今天虽然降雨缓和，可提醒大家，今天在这样一波波云系移进的状况之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屏东还是整天断断续续下着雨，其他各地的雨就会随着云系移进，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现象。而所下的雨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一直到屏东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尤其是在台东和恒春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来继续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风雨会小可减弱，也毋过同款爱细致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带来水汽。伫东部、南部、恒春半岛、花莲原来有雨水，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的天气是同款较无稳定，日时落雨的范围集中伫基隆北海岸、东南部，也有南部这些所在，拢有短暂阵雨，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气象署即马有针对基隆、新北、宜兰、花莲、台东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山区是爱细日水房山、六石头，沿海外岛是爱细日长影，所以唔通建议乡亲今仔日唔通挖进山区，也个海墘啊。也若沿海较宽的所在，嘛有8级至10级的强阵风。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温度大约是25度至31度，感觉不加舒适。继续关心风台扫过了后，即届红头树的灾情是真严重。兰屿透17级的强阵风，拍破当地102年来纪录。开元港有9成的渔船仔拢变过，若徛家学校嘛有算断，规个红头树拢失电。部分的所在连电话拢卡袂通。台东县政府已经宣布，红头树伫今仔日继续停班停课。一若早起8点的时，空勤直升机已经在台电、台水甲中油的人员赶去修理，救援物资伫今仔日嘛会送入去兰屿。透过海巡，兰屿安检所的监视画面，开元港的船仔去到17级的透风，吹到伫咧港的弄来弄去，因为有的弄较真严重，差不多有9成的船拢沉落水底。透风是直接灌入去人家厝内底。电火条嘛起去，部分的徛家去互透风扫倒去，学校的受损嘛真严重。教室甲多功能会议室拢算断甲真吃力。兰屿唯一的加油站，加油枪嘛拍无去，规个兰屿受损是真严重。乡公所估计损失可能有甲上百亿。我们学校的岛上算是最好的、最豪华的，可容纳80人的多功能会议室，整个大门都被吹掉，连那个窗框都被吹走了。现在是电话不通，然后那个交通也不通，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些那个房屋什么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然后还有我们的船只也整了大概9成。透早台东县南回地区是透风落雨，大埔地区路边的树仔去互风扇倒去，伫台东富港的海墘啊，影是一直拍起来爆花，拍起来有甲10公尺悬。海影也入来渔港，白渔船仔的锁啊嘛差一点转去。渔民伫咧港边监控家己的渔船仔，就烦恼船仔会流去。浪很大啊！哦，这大啊！哦。啊，刚烦恼船就走去。哎呀，都来白船啊！
兰州地区目前传出有民众受伤，不过因为路袂通，都要甲路修理好，会当通行，才有法度甲患者载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若小见风台、强风、大雨嘛扫过恒春，未少所在路树拢倒去，看板落落来。恒春镇公所昨昏有派5台怪手协助排除，有的所在窗仔门破去，若铁厝是先倒去。恒春基督教病院的警卫亭嘛，互风吹甲散去，4个拢有灾情。屏东县的满洲乡甲牡丹乡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看这个铁皮厝，互风台吹甲规拢掀开。规个解体也甲规死过，小见风台定量5片，伫恒春半岛造成正大的灾情。民众做伙甲铁皮刷开，以免灾情扩大。有一寡开店的头家去店来巡，发现毋是了河旁吹甲变过，壁也放去，赶紧抢救。屏东恒春的西潭路袂通，车无法度过，怪手来甲倒来树仔刷开，互车过。路树的倾倒，然后电线杆啦、电力的部分，然后就是广告招牌啦，都是造成一般的伤害啦。那最主要是交通道路有多受阻的现象。小见风台侵袭恒春，店长讲袂输敢若是小狗过境，造成真侪灾情。公所一直接到民众的电话，自早起无用到下昼，即嘛主要干道车拢会让过啊。即个若村通往乡镇的路也搁伫咧清，但是也搁停电的情形。公所统计，恒春17个里至少一半停电。恒春基督教病院也是受灾祸，今时期迄条警卫亭，雨风吹甲解体倒去，规片梁河旁也互风台吹走。大概6点多，风势开始转强，我们这边大概这个大门就被吹垮了，设备有受影响，但是我们医疗提供的服务我们都没有受影响，急诊我们都照样。病院讲玻璃被攻破，规个若是蜘蛛网，5楼有阳台饮水，天棚绑内，好佳在拢无人受伤，医疗抑个护理之间的运作拢正正常。恒春市府的药妆超市2楼外墙本来是规片的窗仔门，雨风吹甲拢破去，业者赶紧用插棒行动的，甲涂骹的碎玻璃扫清去。困定大过的业者趁过头了，风雨较细，赶紧清理。前2个台风还没那么严重，对，然后可能这次的雨势啊、风比较大。无兰片公园附近的观光业者，受路树倒来，拄好倒伫咧因店门口。等维护政府来清，家己先把树仔散开，希望风台赶紧离开，会当开店做生意。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风台还真侪所在透强风，恒春半岛出现14级以上的强阵风，西雅乡社区体育场的篮球架啊，吹倒去，PU 跑道嘛吹甲掀起来。满洲乡200罐刀电火条啊是倒几排，加上倒去的树啊去缀着电线，所以上济时规个屏东捌有58000户失电，台电的人员是无闲规工。感受的面内面走水去的强风，干那球架啊是扣甲倒去。屏东西雅乡的南势社区体育场，和小肯风开始吹到歪七错高。这个早起是毋拿球架啊，连屁股跑道的皮拢扣甲掀起来。西雅村和平连外道路风是透假，都毋捌安尼，居民毋知要安怎。往年的台风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啊。还好那个铁皮屋没有拆下来。因为这里也有停电，再看看线路有没有那个吊钩。村长和工作人员是伫强风之下，抢修风吹落去的信号线路。毋那西雅乡，伫满洲200罐道，有教师看到规排电火条啊拢出去倒去，强风甲线路也是电火条啊拢扣甲歹去，阻碍交通，嘛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工作人员甲调伫电线顶悬的手机机开，台电统计到下晡3点，屏东各有21551户停电，其中恒春、满洲、车城和牡丹乡停电拢阁超过3000户。伫山区的雾台乡，同款有真侪路边的树啊倒去，甲电线拢缀甲断去，造成大埔部落停电。部落的少年人家己做巡守队，清这倒去的树啊和石头，互台电会当入来修理电。路口监视器，它那个可能是因为基座的关系，风大嘛，啊，它可能要加固给它固定。基座的一面下骹无物件制作，随时拢有可能倒去。小肯风台伫恒春半岛吹14级以上的阵风，第一线邦山家乐派出所头前路口的电缆，风口甲倒伫个交通号志箱啊顶悬。沿海的盐流线码头都算有风台准备，但镇区的布棚共款是散甲破去，敢若剩架啊。中间拢会当风台走去，才会当修理整理。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进前去三重捕掠4人的移工，去到地才发现现场是一间电子书粉的制作工厂，掠到非法移工，这非法移工嘛当地非法做电子粉，现场有查扣做电子粉的机台3台，成品94箱，半成品4箱。原油原料35罐，价值1000千万。这是咱国内粉害防治法修法了后所掠到的头一个非法做电子粉的工厂。来关心联合报，桃园市政府有掠到新兴冷冻食品，也搁有瑞典国际公司进口美国猪肉，也搁产地却是写讲是加拿大甲英国。各地卫生局即马已经发动稽查，嘛发现讲这的美国猪肉拢已经互民众食落去腹肚底。台北市即马是先启动猪肉品的专案稽查，桃园市希望食药署会当开放食品追查管理系统，互地方政府去查资料。若是北市是呼吁中央爱主动提供流向。继续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有公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93%，比8月份更较悬，这嘛创下最近8个月新高。小看风台来，主计总处即马就表示，总共农业损失是真严重，安尼物价一定百面会搁起，气候就继续扩大。10月份的 CPI 有可能会超过3%。继续关心行政院有提出2项主题政策，昨昏的行政院会有通过修正案，即马要送立法院，是有条件放宽公益税厝的规定，规定讲税厝的补贴袂使扣税，嘛鼓励厝头家甲厝税后续税。另外，即马嘛有修正旧厝登记的条例，放宽危险老建筑登记的条件。行政院会确定阁写出2件主题政策，通过内政部提出的主题法修正草案，当中有条件放宽公益出租的样态，并明定租金补贴袂使做对讨以前课定税收的依据，安尼才通鼓励厝主加入公益出租，也甲违挪条例修正草案，放宽县市政府持有公有地参加旧厝的重建条件，也希望提升公有房地参加重建的效率。本次修法可有效鼓励更多房东出租房屋给弱势者，同时消除房东担心被查税的疑虑。为进一步落实加速重建，有必要明定公有财产应参与重建。内政部表示，主题法修法的内容都是配合2022年开始推出的300亿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加政策入法，确定政府无追税、无查税，安尼才通解除厝主的疑虑，互更较侪租厝的人会当得到补贴的好处。不过，民团认为，安尼做也是无法度解决台湾租厝市场大部分厝主都漏税，造成厝价困境这个根本问题。为了要发租金补贴，所以我们不去从基本上的所得税法的制度去解决这件事情。70%的人没有要去申请租金补贴，可他们租屋还是遇到很多困难。我觉得有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我们应该做一个制度性的改革。偏用凯也指出，都更条例内底本来就有公有地应该优先参加都更这个规定。这个政府伫都更违挪政策产生相达，强调公有地应该以都更为主，才会当整体性规划，符合公共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大东区有一个建案，对去年初开始施工，也毋过附近的民众就一直反映讲，因家的厝拢受建案的影响，开始出现壁损，有起去嘛有歪去。顶个月28，有民众发现工地内底连续壁那亲像破去的状况，因即嘛是真烦恼讲，台底真家厝落落去的事故一定演。尾啊，伊来做，我咧讲风吹，那厝那会安尼哈。壁顶每一条壁绳拢用红笔画起来，目睭就若像结蜘蛛丝。顶下骹的壁还有比手机较大芳的壁绳。居民讲，这间大东区的厝已经住20-30年，到去年初附近开始做建案，才出现这寡情形，而且伊的厝边也有状况。排水沟变成这个样子啊！居民周善时讲，工停开始了后，楼骹的条啊，敢若凸起来到因兜，甲因厝内的排水孔塌掉的。你敢若这个排水孔？这个哈利你要安怎拿创？你咧讲就讲，某这排水孔哈利脱出来，这卡开水会流啊就好啊。附近居民阁发现建案工地内的连续壁敢若有破去的状况，就惊大地人家厝落落的事故搁再出现，有立委赶紧参内政部、台北市政府共同会勘。28号我们发现他们工地的人在这边巡逻，一直在看地面，然后看完以后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处理，一直到我们7-8天了，我们通报。
建管处以后，他们才赶快去灌水泥。现在现况看起来就是有渗水，那但是看起来流出来的水是清水，那看起来是没有把基地外的土沙有带进来的状况。立委讲，会勘无发现居民翕到的壁船，目前已经补起来啊，但是要是有漏水的状况，会参内政部、台北市政府、专家学者、甲大地技术工会，也即是土木技术工会共同研究，看安怎改善。记者郭明条随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入。伊朗强迫女性着爱按头巾，即马又搁有少女受害。有一个16岁的伊朗的少女，那亲像是无按头巾去坐地铁，互警察拍甲昏迷。伊朗官方甲地铁公司即马拢唔承认，而且搁有公布影片。也毋过即马有人是质疑讲，公布的影片经过剪接。人权团体即马是要求地铁站爱公布车厢内底影像。16岁伊朗少女阿米塔，和做伙坐地铁的朋友按地铁来讲出来，风声讲伊伫首都德黑兰坐地铁的时阵，无照规定戴头巾，和导致警察查问了后攻击甲昏迷。目前人伫病院观察，不过事后地铁公司公布一段哪像经过剪辑无车厢内的影片，而且讲阿米塔因为血糖上低，才踮喺车厢内汹涌昏倒。经过否认这件事件有集体冲突。伊朗官方媒体甚至公布阿米塔爸母的访问画面。阿米塔的爸母讲，因的查某囝并无受到任何的攻击。من تصاویر مترو رو دیدم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ردم میگن فکر نکنم باشه من 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 پیگیر این قضیه بودم فیلم مترو رو دیدم چک کردم چیزی خاصی نبود که بخوام مثلا 不过，课题人权非政府组织讲，伊朗当局对阿米塔爸母施压，强迫因讲这款话。另外，因伫受访问的时阵，并有高层官员伫现场监视。因阁禁止阿米塔的爸母伫社群媒体公布伊的相片，嘛禁止因和人权组织有任何的交谈甲指责。阿米塔的遭遇嘛，有外界忧心，伊可能会和伊朗科特族女子艾米尼同款。去年9月，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戴头巾的规定，和导致警察关押期间死亡。引起国内甲各国民众排山倒海强烈的抗议，控诉导致警察占权欧北来，抗议的时间有几个月久。این حادثه‌ای که پیش آمد دختر جوانی درگذشت خب حادثه تلخی بود دل ما هم سوخت 艾米尼过身已经满1年，伊朗政府使用暴力镇压，当时将近600个抗议民众死亡，部分受到伊朗处决。虽然伊朗的道德警察把暂时停止伫瓜亚罗巡逻，不过今年7月中旬又搁恢复巡逻任务。强迫伊朗女性要遵守伊斯兰清查的规定，讲若是发现违规无戴头巾的女性，会先警告；若是阁无改进，会采取法律行动。公示新闻新乐杯编译。镜头来去英国，英国首相苏纳克伫保守党的年会内底，伊是提出部分国家这个议题。伊讲伊计划按算逐年要提悬会当买婚的年会，所以这嘛代表讲，伫2009年了后出世的少年人，就算满18岁嘛袂当买婚，袂使食婚。虽然有共党的议员对这项措施态度保留，不过大部分的人拢表示支持。英国首相苏纳克初时伫曼彻斯特的保守党年会宣布，会当年提悬买婚的年纪，话还未讲完，现场随即响起破声。That means a 14-year-old today will never legally be sold a cigarette, and that they and their generation can grow up smoke-free. 苏纳克引用数据指出，英国每5个青少年都有1个人不过婚，5个不婚的成年前有4个伫20岁就开始不。国民健保署 NHS 当年用伫婚害相关的医疗支出达到170亿英镑，大约是6600多亿台票。透过当年提悬合法买婚年纪的措施，有机会让婚害引起的癌症死亡人数减少1/4，对于维护国家未来主人的健康是必要的做法。英国主权机构巴纳多伫去年就提出当年提悬买婚年纪的想法，与会议员普遍肯定这项计划。有无共款看法的议员认为真歹限制成年人的行为。I think it's quite sensible to try and persuade people not to smoke, but I don't think you'll find that 58-year-olds will be banned from buying cigarettes.
英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代部分人口当年落败，目前全英国有望有达到600万人部分。政府希望这项措施会当让部分的人口在2030年进前减少到5%以下，让少年人在2040年时会当脱离分害，走向无分国界行列。纽西兰国会在2020年通过禁卖分品予2009年以后的世代，一旦英国也通过法案，会成做欧洲第一个限制少年人卖分的国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泰国伫初三时发生一个14岁的少年家伫曼谷的百货公司内底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虽讲伫泰国有枪是合法的，毋过枪的管制议题即马又搁成做焦点。泰国政府有开会提出管制措施，要避免悲剧搁发生。来关心印度落大水雨，造成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一个冰川湖规个崩起，造成14个人死亡，102个人失踪，还佫有22000人受影响。水冲到水尾，一寡道路桥梁拢予水冲海去，即马救援真困难。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有表示，俄罗斯军队用火箭攻击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的一间干妈店，造成上无48个人死亡。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集团去年甲一间中国企业签约，买2粒人造卫星，佮利用卫星的影像提供的证据去攻击乌克兰。中国昨昏早伫四川是发射卫星火箭，这支火箭飞的高度是伫大气层的外口，对咱台湾无影响。也毋过伊飞过的路线会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国军有专程监控。专家是认为讲，中国射火箭的方向有可能嘛是咧模拟对台湾射飞弹的方向。看到在喷火，红色尾流冲起嚟。中国四川西昌卫星中心初5早起是发射长程运载火箭，配合减39号03组卫星升空。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讲，卫星是正准的送入去预定的轨道。咱的国防部指出讲，这个火箭飞的高度是伫大气层以外，对台湾是无危害。不过飞的路径有去卡到咱的防空识别区。它的飞行路径经过了我们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边缘。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系统，周密地掌握了相关的弹道动态、轨迹等等资讯，适切警戒跟应处。国防部强调严密监控，军事专家讲，袂当排除火箭发射的大道方向，是中国军队无意测试攻台飞弹的射向。另外，中国研发的遥感卫星，主要有学生抗警雷达成像、光学成像，都是观测地面产生悬解析度的图像和信号情报这类型。虽然中国官方讲，这个卫星是用作科学试验和国土资源普查等等，但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讲，伊是军事侦查的卫星。专家提醒讲，咱应该定相关的防范作为。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来作为指挥管制或西瓜 SR 使用，我想这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本身可不可以透过卫星对卫星的方式去反制这些卫星的这个征兆重要的设施的伪装或者是掩护的相关的被动防护设施也要做好准备。英国媒体 BBC 是关心最近1年来中国机南绕台愈来愈接的状况。因英国学者帕特拉诺的分析，中国飞行机日侵咱的 ADIZ 就是铺设地带战术之一，想要用这来减弱咱的军事资源和警觉性。美国地壳学者嘛警告，中国若侵台，常态化的中国飞行机侵扰，可能暗砍真正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再继续关心桃园伫昨昏受风台影响，头强风，真侪人家厝因为厝顶有嵌铁厝，厝家拢规个掀开。桃园的北der有铁厝就飞去啊，就落伫对面的厝边头。整个屋顶掀翻360度玻璃的巷子，砸到人家的屋顶上面。它是风吹下来的吗？对对对。哦，有人受伤吗？没有了。没有啦哈。当时有很大声吗？有吓一跳吗？哦，铁片是规大地飞甲互风吹甲飞去，飞过巷啊，就落伫别人兜。加在无人互这个铁片去射着。里长伫暗头啊有派大型的吊车，稳稳啊甲铁片规个吊落来，才解除这个危机。
虽然镜头来台中有一个86岁的妇人人老阿嬷，因为亲像是风伤透，门全互风扇甲海气，喙玻璃甲伊挂着伤，害伊流血流滴，送病院不幸过往。另外，伫南投罗山内塔罗湾溪水涨起来，变倒嘛互引起，加在当地人已经提早撤离。风台嘛造成伫台中、彰化、云林一寡所在有熄电，台电拢赶紧咧抢修，因为抑阁有真侪所在电力供应有断去，所以云林未了高中，阁有3间学校今仔日嘛拢停课。涂骹拢火，路门的玻璃嘛破去。台中大安区有一个86岁阿嬷，初五透早，互因人发现讲倒伫客厅，已经无呼吸心跳，紧急送病院也是不治。警方初步判定，这和风台造成正头的风势可能有关系。不排除系死者于开关铝门时，铝门因故脱落倒下，导致铝门玻璃破裂，刺伤死者右手腕动脉。风一定较大港集中嘛。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中大水，甲通去马赫坡部落的便道拢冲甲断去，对外无法度交通。好在居民已经伫找事情有风险撤离。另外，信义乡烦恼讲顶届风台灾前过来，公所和村长对土石流关风险区的居民拢用广播宣导撤离。当基局嘛已经放伫开水泵山的路段。除了目前在仁爱乡的某些的便道还没有办法来顺利通行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来协助之外呢，那暂时呢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传出。柯秀华讲，仁爱乡和信义乡已经有风险撤离，包括有新人和西药剂的患者拢总63个。中部各县市嘛出现停电的状况，台中市停电户超过2万户，按算初五暗时10点之前会当全部复电。云林县上济时阵有38000户停电，其中伊未了上济。彰化县加起来46000户停电，到下晡5点拢够有12000多户还未复电。重灾区是在二林芳苑这一带它的事故灾情比较严重，也就是说我抢修比较困难。小犬风台的风势是真强，和云林的大西乡沿海拢是风背山，四界拢是雾雾雾，看不清楚，空气品质嘛真歹。另外，云林好尾的高铁特定区停车场嘛出现有够头的风背山，官府是紧急铺防护网和喷水，尽量卖让这风山这么高，嘛提醒民众若出来外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风台南台湾是无啥雨，也毋过风真透。昨下晡着2帮要休伫高雄小港机场的飞行机，因为风伤过头，降落失败，全要转去到起飞的所在。台南嘛有庙的摆楼规个倒去，阁有民众半暝啊去岸边看海影，因为风伤透，伊阁驶伤紧，家己去弄着路边出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二次降落失败，班机无法度照原定计划降落。高雄小港机场下晡2架飞机定降落，分别是韩国仁川飞高雄的德威 TWP672班次，和中营 EVA3226同空渡机飞高雄。因为风势影响，无法度降落，只有飞转韩国济州机场甲桃园机场。小犬风台的风速，高雄真有感觉。初4人伫味道区有测到10级阵风，市区公园嘛有真侪树栽，有风吹甲哩哩落落倒伫涂骹。公园那边都有倒树啊，这边。过港隧道过去，那个也有倒啊，树也有倒。都摆倒几排啊，路口因为风切这因素，经过机车、人挂车嘛也没有风险度。我要去逛一期呀，但是到这边车子就不敢骑啦。台南的风速同款强猛，行白楼摇摇错错帮倒讲着人，因封锁线禁止通行。台南市北区这间庙宇的白楼，险险叫对小犬风台甲车倒去。之前拢无，这个风台都要吹一个，你也会使阮发觉。初五透早1点，当地上强阵风有10级。天光了后，庙方发现白楼险险放去，想要找人修理，阁拄着停办。台南初4暗暝就开始透强阵风，府前路2段一栋大楼，太路落几片。警方赶紧采3角锥管制交通，毛起个紧锁互强风攻击，窗啊玻璃，互风台掀甲脆菜菜。这个很重感觉好重哦。林德民南路这个停车位，嘛有强风线甲变价，还有民众和朋友半暝赛车去安平看海影，伫转出的半路发生车祸，一死2伤。有可能是时速过快，打滑。其中许姓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并经抽血检测无发现饮酒的情事。林尾渔港岛的风速，
果个是甲民众惊甲半暝困袂去。台湾高雄即个面对小犬风台，也无感受到第一严时的强降雨，生活强风吹甲密密麻麻。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伫台南的北门区出现11级的强阵风，互当地规大片的杨芳果田拢受损断。本地讲阁有3礼拜就会当收成，也毋过即马有可能拢会乌有去。也那伫云林番麦金蕉嘛，因为挡袂牢风雨，倒会倒落个落，收成嘛是无乐观。这种开始要生咧，这拢无效啊！你看。查封的白塑胶布皮，原本互农民固定伫架顶要查封台。经过一暝，和边仔地倒规片、规田、规叶、规籽，嘛互风台吹甲变价。按算3礼拜来收成，要缀台南市长黄伟哲来新北市点销的美容柜，全部拢报销。即马了应该是嘛不60万吧，风太大啊，拢来自然的力量，拢有啊抗衡，拢请了啊。规片的布棚啊，安尼规个背甲利用散架，一寡龟啊拢xuất死啊大壳壳。这好天来，这龟啊无效啊，唔知要安怎收这啦。去上水感谢台南市北门区伫初5透早2点，上大阵风有11级，强风互金茂里刀仔头大片的美容桂园受伤严重。公所初果上少损失500万，希望市府农业局派专家来协助。大概阮这届种植的面积大概40几公顷，即马这风台来阮这个拢吹歹呀。云林县嘛发生类似状况。原来真侪番麦、金蕉煮洗袂掉，拍一涂骹。即摆倒来金蕉就拢无效去啊！要做2级啊嘛人都无爱买啊。家生一遍尔，倒位就无啊，个细单个电话去啊。就拢无效啦。像迄番麦嘛是，番麦嘛拢无效啊，倒位就无效。小犬风台虽然无带来大水雨，不过猛风直透车，也是互相关的农民艰苦一挂。记者综合报道。咱若家己烦恼是种真侪溪仔，目前当得大出，农民是甲已经9分的赶紧拢慢慢落来，嘛昨昏风台天，嘛趁较无风雨的时，赶紧去抢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种溪仔的农民趁风雨无大，风台天嘛赶紧咧收树仔顶面的枝仔。番路乡的农民讲。即阵啊是鸡仔大出的时间，惊风台尾的风雨会造成损失，也是把握时间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要赶紧抢收啊！无抢收，这鱼啊爬拢害啊！风台要来，你嘛无可奈何啦。无好嘛袂办理啊，也袂当慢落来扛啊。为9月开始一直到11月，是嘉义县番路乡鸡仔采收的期间。番路农会就讲，今年鸡仔品质绩效拢袂歹，虽然目前风台对家己的影响有限。不过，农民惊风台尾会有损失，也是甲会当收的鸡仔赶紧慢落来。这个鸡仔因为地势较悬，排水嘛拢真好，所以讲水阮较唔惊，但是上惊就是风台。市值在去年、前年因为气候关系，产量是非常不足。好像我们去年市值的价钱就不错，那今年整个产量是趋于稳定，但是也没有因为说产量足够价钱不好。我们今年价钱还是非常好。基隆讲，今年鸡仔咧大的时阵。无啥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品质真好。虽然目前风台直接也袂造成啥物较大的灾情，不过大家也是爱做一寡准备，时到才袂真正袂好反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继续关心桃园机场有抓到一个旅客走私活的动物，搁较早去飞行机顶，有发现龟、蚊子也个水拖。风险局是表示讲，除了龟以外，其他动物即马拢爱送去鉴定中心，等待确诊了后再会处理。外面内底有水拖、龟甲环翅。初4暗或者航空为万国飞转来桃园机场的航班，传出有旅客竟然炸几啊种活体动物。机组人员为着要找拍无去的环翅，甚至影响乘客落飞机的时间。这是小乌龟，它把它缠在丝袜里面。好丝袜。根据了解，这个案件一开始是飞机顶的旅客发现有鸟鼠走来走去，本地就是飞机顶有鸟鼠，不过佫发现有龟的头就是蛇。后来才发现是走私活体动物，由航空公司直接通报航空警察局保安大队，移送防检署桃园分署受理。拢总查扣28只青龟、1只环翅、甲2只水拖，还有2只嘅起目、喙齿真长的动物。新龟不是属于我们的阴湿动物检疫品目，其他的动物都是属于
那我们后续会送到屏科大的野生动物鉴定中心去确认这些是不是列属于 CITES 物种，之后呢再进行必要的检疫的处置措施。根据台北县的统计，2019年是6年来查到上侪件走私活体案件，拢总有10件。若这件是疫情了后，桃园机场头一届查到旅客走私活体动物的案件。防检署桃园分局表示，针对行为人的调查，目前约谈以坐为附近的乘客，因是拢好人。后续会会同相关单位进行行政调查，收集相关的事证。若确定有违规，会以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罚5万至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民用工厂导火烧爆炸，造成严重的死伤，4个消防人员殉职。本地伫昨昏要举办联合公祭，严阁因为风台天改伫今仔日，总统嘛到位。因那民进党有立委昨昏伫立法院是质询讲，民用去年有2件职业灾害，害员工的手互夹断去，遮尔严重的工安事故，严阁伫劳动部的职灾地图顶头却拢查无。因即嘛是要求劳动部爱定期修订重大职灾的定期。屏东民用工厂着火烧，造成6个员工和4个消防人员死亡，100多人受伤，是严重的工安事故。全国民进党立委洪申翰在质询劳动部长柯明春的时，就指出民用干那伫去年就发生11件职业灾害，其中有2件是员工的手互夹断去。这么严重的事故，伫咧劳动部的职灾地图和重大职灾公开网顶头所拢查无。重大职灾公开网上面，居然都是要你有死亡我才公开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到底因为这个标准漏监察了多少其实职灾上面、治安上面恶性重大的公司？你觉得怎么办？我们来检讨，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做重新的一个订定。立委洪申翰指出，目前的职安法、劳动检查法施行细则，也佮有重大职灾地图，针对重大职灾的定义拢无同。这个劳动部可能会因为这个标准无同，老高监督侪有职业灾害风险的单位。伊认为，唔是无死人就代表无职业灾害，要求劳动部应该爱重新定出重大职灾的定义。另外，民用火烧事故定数消防员死亡，有消防团体拍算找到要上凯道提出做工会的诉求。民众党立委罗香林嘛要求劳动部表态，敢支持消防员的结社款。你们对于消防员组工会是要在工会法处理，还是你们也同意用这个行政院的方式来用协会处理？他的身份是公务人员了哈。那以目前来讲，两院的一个。开会的讨论结果还是觉得朝公务人员协会法这边来放宽那能够尽速来落实他们相关的保障。针对立法院的质询，劳动部长柯明春答应会伫1个月内重新修订重大职灾的定义，嘛希望未来会当守法保障消防员的安全。另外，针对消防员做工会的部分，部长讲，因为公务员无算是劳工，目前会先照行政院和考试院的讨论共识去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记者卢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咱继续关心国家环境研究院伫今年8月份的时已经正式揭牌。伫昨昏，因有展出真侪分析土壤污染的技术，也有计划。希望未来若是有状况发生，这技术就当帮助相关机关找出污染的源头。所以这是刚刚的大概是20万倍。大概铅的含量是它20万倍。甲受污染的土放入去这台 XRF 机器内底，以电光分析光谱，就通知影这块地敢有啥物污染物质。如果是像以前我们有一些就是像污泥，它比较多，我们会到现场简单的用脱水拖一拖，就可以直接在现场就可以做了。没有，这个旁边这个都是石棉。用迄物件观察触遐，就通知影敢有第1级的致癌物质石棉。国家环境研究院望利用各款技术，提供追查土地污染源的方法，亲像更替业产生的路迹的污染农地。国家环境研究院望建立各款业者制定的资料库，那污染发生，就通知影源头伫倒位。做了12家，有陆续我们都已经把它建出来。刚刚讲说30家，但是我可以过滤之后剩下10家标的。都是5家标的，而且把限缩这个追踪的范围。国家环境研究院估计建立资料库要开3年的时间，透过建立各款更替业者制定的资料库，就通知影各款业者产生的路迹有啥物款的化学成分特征。那土地发生污染，分析内容物就通知影污染源。记者郭文长随桃园报道。
其他消息，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纽约伫逐年大约拢有超过5000万人会去遐佚佗。要过因为旅馆伤贵啊，所以旅客大部分拢是租在地人家厝去住短期的。要过即马当地政府有提出新的法令，禁止厝头家甲厝税予短期的游客。因的理由是，这个厝应该留予要伫纽约住长期的厝卡。美国的纽约是全世界上侪观光客的城市之一，但是市中心的旅馆是贵甲会惊人，住一暝上无爱40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2000块。较高级的饭店就搁较贵，根本毋是一般人住会起的。真侪观光客会去 Airbnb 还是 Vrbo 的网站，找伫纽约较郊区会当睡短期的民家厝。但是最近若上这个网站，会发现会当睡的民家厝数量变甲真少。因为纽约市政府自今年9月开始严格限制这种短期的税厝。The city of New York is in an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serving our affordable housing, which is for people to live in permanent housing, not for short-term rentals. 根据新的规定，厝主要先向市政府申请登记，审查通过了后，厝才会当用来睡短期的，袂使一摆睡超过2个人，而且一摆一定要睡超过30天以上。厝睡出去的期间，厝主阁一定要同时住伫内面。若是按照这个规定，目前伫 Airbnb 网站顶头的厝，都大部分拢无合格。定定去纽约观光还是出差的人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合理。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travel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so it didn't make any sense to me at all. 对去纽约观光的人来讲，可能会感觉无方便，但是真侪纽约在地人拢赞成这项新的规定，因为过去伫公寓内面，若是有睡短期的厝，就会一感觉有无熟悉的人出入入。若有安全上的问題，嘛會加真差，環境加真垃圾。Imagine if there's an apartment in a building that's consistently being rented for late night partying during the weekends. That means that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s in the building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 restful night. 推出新规定了后，违反规定的厝主上最会去罚款美金7500块，差不多台票24万。纽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种方法，会当解决纽约房厝无够的危机，改善主题区的生活品质。但是对纽约一年470亿美金的观光市场，到底会造成偌大的影响，佫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记者甘文恩编译。日票变薄，真侪人即马拢走去日本观光。前2天啊，日票换美金，佮继续跌落，所以即马真侪美国游客认为讲去日本算是真会好，所以嘛拢趁好价走去日本佚佗。伫日本专门卖各种杂货连锁免税商场，是找补食品的好所在。东京涩谷的这间分店24点钟开放，请真侪外国游客来捧场。无论是买土产、囡仔的佚佗物，还是药妆等生活用品。遮拢总有，重点是即马买上介俗。Coming to Japan from Hawaii, all my friends have come over. Everyone I know has come to Japan because the dollar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 yen right now. Even my Japanese friends that come to Hawaii come over and tell me how much a Diet Coke is in Japan. And I was like, what? That's it? 去年美国开始新式进程，美金换日票是1块换114块，最近已经卡到150个新旅关卡。等于即马去日本买物件比进前俗3成，加上美国的高通膨，所以愈来愈多美国人爱来日本旅游 shopping。 Makes everything seem like really cheap for me. About 70 or 1,000 yen is like $7,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makes everything seem a lot cheaper. 不过日票是毋是会继续落车？市场看法有差异。按拜日日票换美金破150了后，搁快速升单来讲。 市场人士推测，日本官方已经立场支持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日票到年底进程各落价空间，想要扣小额，各有机会。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0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29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